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1篇、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20节，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保罗的使命。先知的使命是要互离开正道的以色列人通好归回，特别是伫咧讲到受了归回，也是讲重建家园、圣殿重建这个代志，对伫以色列人来讲是更较重要的。先知的使命是真尔困难。因为因一届搁一届，来叫醒、提醒、带领以色列人，要得爱悔改来归向上帝。但是咱也知，以色列人因的心内真硬，因这是非常困难的使命甲工作。先知以赛亚嘛提到着以色列人的使命，讲上主讲以色列啦，我的子民啦，你虽然弱小，也毋免惊吓，因为我是救赎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我要帮助你，我要将你当作拍切一支。来装迄个又搁新又搁来的起啊！你要拍碎山岭，毁灭因；你要拍碎细粒山，互因变做火湖；你要将因来飞甲硬飞，互风来吹散，互大风将因吹走。但是你得爱欢喜。因为我是你的上主，你着学了我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当我算这的子民，追求水来啉的时阵，当因嘴然后嘴干，我上主要听因的祈祷。我以色列的上帝无放杀因。我要伫山顶，互江河出现；伫山谷中，互泉水来涌出。我要互沙无有湖，互大地有水泉。我要伫沙堡的中间种香柏树甲金合欢树，也种石榴。甲橄榄树，伫旷野中间有情树，有杉，有叶树，大家一看见就知我是上主，我成就这的一切，因会明白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互这的事实现。相款呢？基督徒也应当去思想、明白家己的呼召以及使命，亲像先知的使命同款，保罗的使命也是提醒基督徒的生活，传扬基督国活的福音。保罗的使命大部分是咧看到。讲到这个教会，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以及因的见证。伊劝勉罗马教会基督徒安尼讲：我所要爱大胆来讲的，只不过是一句话：基督借着我的言行，佮用新约基础甲上帝的灵的能力，来互外邦人顺服上帝。因为安尼对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
1229一带的所在，我到处传扬关于基督的福音。我一向的抱负是伫还未听见基督的所在来传福音，免得我的工作建立伫别人的基础顶悬。圣经讲过，毋捌认捌伊的人要看见，无有听见伊的人要领悟。保罗非常清楚地表达家己的使命，就是外邦的使徒，因为言语行为是上帝为予伊的特权，是要为着安尼来透过上帝的神，互外邦人得到顺服的上帝。保罗还佫表示，伫讲宣教的使命，这个基础要建立伫别人的福音工作的基础顶悬。伊不但宣告家己是外邦的使徒，更加宣告家己是一个开拓的使徒。透过伊的热心、信心的传扬基督国话的福音，将这个来传予济济还未捌接触福音的人。上时，伊安尼受到来建立教会系统，培训教会人才，互外邦福音会通代代相传的使命。保罗安讲，兄弟姊妹啊，我家己确实知恁满有良善的品德，也具备着丰富的财物，会通彼此宽勉。但是伫这个批内面，对伫某一寡问题，我犹原大胆要提醒恁。就我安尼来大胆讲，是因为上帝予我的特权，予我成做基督耶稣的仆人，伫外邦人中间工作，我亲像祭司一样宣讲上帝的福音。为了要互外邦人成做圣神所献上的祭物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安尼，因为我伫基督耶稣内面，我通因为着侍奉上帝来得到荣光。基督徒应该爱伫教会来尽心尽力，做好每一个职分甲服侍。基督徒拢知影，保罗有几啊摆讲着伊家己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甲责任。伊不但安尼来宣告，伊个确实真正热心积极传福音。伊真惊家己会错过任何一摆传福音的机会，来得到上帝。咱现代基督徒呢，咱的使命是什么货？咱是毋是有够热心？还是咱总是安尼哪轮啊？对伫基督徒的使命，拢是无啥物兴趣，对服侍也无任何的热心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写互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劝勉中间，伊安尼讲：恁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人拢是肢体。伫教会内底，上帝互人各得其所。伊所安排的，第一个是使徒，第二个是先知，第三个是教师。过来是行信者的，过来是有治病的困难的，这以外还佫有帮赞别人的，会通管理事务，会通讲灵语的。因并毋是拢是使徒，毋是先知，
无拢是教师，也拢袂话惊信者，袂话治病，袂话讲灵语，袂话解说灵语。可是恁要追求的是搁较重要，迄个运势。现在就是要爱指示恁迄个至美好的道路。这个就是保罗咧讲基督徒的使命。到伫山路尾，伊讲到，才会讲到听，才是迄个其中的一个使命。每一个人拢得爱尽家己的本分来领受上帝互咱的呼召、使命甲责任。诗篇21篇，上主啊，王会因为你互伊的快乐欢喜。会因为你互伊胜利非常快乐，伊的心意爱的你已经互伊，伊的嘴所求的你拢有应当，因为你用大福气来迎接伊，用纯金的王冠戴伫伊的头壳，伊对你求活命，你有互伊的血寿久久长长。伊因为你互伊的胜利得到大荣光，你将尊贵威严赏赐互伊，你互伊有大福气到伫永远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因为王倚靠上主，佮因为至高上帝的慈爱。伊的王位到永远稳固，王的手会抓着一切的对敌，伊的正手会抓着所有怨恨伊的人。伊一个出现会亲像炎热的火炉，甲因烧灭。上主啊，你一个出现，要伫大受气中间甲因吞落去。要用火甲因烧灭，因的子孙会对地上来受糟灭，因的后代会对人的中间来消失。因要用阴谋陷害王，毋过因的计谋袂成功。你要互因愈越心逃走，要开弓射因。上主啊，起来！显示你的快乐，我要吟诗称赞你的大权能。感谢上帝透过保罗的呼召，历代的圣徒宣教士的呼召，互阮伫远远的台湾，遮的人也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福音的救恩。也恳求主，互阮明白阮的呼召使命。成做你忠心福音的仆人，并且互主欢喜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